独派台喏，总统府这个主政，总统府主政郭宽敏今日早起8:55过身，享继寿97岁。这个郭宽敏一生致力全力地投入台湾独立建国家、国家正常化的志业。捌伫1960年代伫日本做台独联盟委员长，发起228示威游行，并且有几摆伫国际上表达台湾人的心声，嘛捌当面向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达台日关系密不可分、真密切的想法，促成台湾有代志，就是日本有代志的概念，并且推进台湾新宪法运动等等，即嘛已经过身啊，留互人无限的对视。郭宽敏啊，实在是跟咱台湾的同胞一体的啦。台湾哦，将来是台湾人家己统治咱家己台湾。穿硬正的西装，坚定表达对台湾愿景。总统府主政郭宽敏一世人支持台湾独立建国和国家正常化志业。不过伊已经有年岁啊，今仔日下晡伫咧台北因总过身，活到97岁。一定我推动这个新宪法。那头一遍失败不要紧，我第二遍过来。唔惊政治压力，郭宽敏大力推动台独的运动。1960年代，捌伫咧日本担任台独联盟委员长，鼓舞日北游行。2008年参选过民进党主席。2009年到2009年，前后成立抢救台湾行动联盟、新台湾国策智库、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和台湾制宪基金会。2020年发动台湾宪政史上头一摆制宪公投案，过当年嘛招百怪团体做台湾新宪联合阵营，推进台湾新宪法运动，终其一生坚持台湾精神。年初3的时候，有最后一次去探望顾先生。好，那时候他已经是多数时候是在昏迷的状态，然后偶尔清醒。但是我们跟他说话，握着他的手跟他说话，他有流眼泪，是听得到的。古老一生当中，坚持台湾的主体性，致力于台独运动，不同时代的理想坚持者又走了一位。接下来我们的责任更重了。身为台独的教父，郭宽敏用建构正常国家政策目标，即马人已经做先去，包括行政院陈建仁和真侪位政坛大脑，拢伫咧第一时间来家悼念。陈建仁讲，郭宽敏和家己的老爸，同款拢是台北高等学校的校友。郭宽敏的精神永远留伫咧大家心肝内。副总统赖清德来表达悼念和唔甘，认为这是国家的损失。伊一世人为台湾奉献，请伊就要安心离开，台湾就交互阮。政坛同齐作为悼念，表达对郭宽敏长期付出的感佩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